菜少了重要调味料，雷尼斯特地找里长夫人帮忙。里长也是客家人，他感染啊，所以他的讲哦够香诶，爱红，爱香哈。一定要有葱素才对味。还没进厨房，我们先从雷尼斯口中听到浓浓客家味。哦，够讲的呢，哦，你够皮呢哦，讲这句话我就生气。笑说别想用客家话偷骂他。从多米尼加嫁来台湾15年，客家话听说不成问题，要做一桌客家菜，还有自制菜单，没在怕的。打所有哦，够香的呢。如果说这样会比较 Q。啊，这个猪肝我亲手做的喽，我自己煮的喽。很强哦，好厉害哦！这是什么？客家汤圆哦。客家汤圆、客家小炒，还有高丽菜风，让人食指大动。家里随处可见客家的温暖元素。沙发上的花布枕也是雷尼斯的构想。这个是伯伯每天都在靠背那个布，那个大喜比较厚一点啦，他喜欢这两个这样。真心喜爱是融入彼此的起点。外籍与客家也有过深刻的观念洗礼。我来台湾的时候，我先生过来，他说：“哎妈，哥，姐，我说啊，你们是这样打招呼啊？”他说：“你不抱我吗？”哎，那就来抱一下。有着开放心态的婆婆，懂得欣赏雷尼斯外放的真性情，教她唱客家歌，一起唱出专属于他们的快乐。这个活泼热情的外籍媳妇是真正融入了客家家庭里，看她做客家菜、讲客家话、唱客家歌，也让我们看到了更丰富了客家多元的面貌。爱吃咖喱鸡，唔含腔哦；爱吃咖喱鸡，唔含腔哦。